香港嘅 MPV 市場咧係用實用同埋家庭需求為做核心，特別偏好一車多用。而 MPV 嘅座位嘅靈活嘅配搭啦，同埋空間嘅優勢咧，就完全符合晒大家嘅需求啊！而日系嘅車型咧，更加係長期嘅主導添啊！講到豪華級別嘅 MPV 咧，豐田嘅 Alpha 咧，更加係多年嚟紅霸市場添㗎。而歐洲車方面咧，平治嘅 V-Class 早於2014年咧就擔當住 MPV 當中嘅代表㗎啦，廣泛應用到去商用啦、家庭啦，以至好多高端接載服務都見到呢架車嘅身影嘅。而今次我哋介紹嘅主角 EQV 咧，就屬於 V-Class 嘅電車版本啦，將 V-Class 嘅豪華實用性套用到係純電車嘅平台，提供到一款既環保而又高端嘅 MPV 俾大家。Benz 嘅 EQV 咧喺2022年推出7人純電 MPV， 直至現時嚟講咧，佢嘅直接競爭對手都係嚟自國內嘅純電動車品牌，包括有 Denza 嘅 D9、Zeekr 嘅009，仲係嚟自上汽大通嘅 MIFA 9等等㗎。EQV 咧除咗擁有最寬敞嘅車廂空間之外咧，佢嘅體積亦都係最龐大㗎。講到德國呢個知名品牌嘅話，相信都係大眾車迷嘅最升級選擇。EQV 分別有 Extra Long 同埋 Long 兩個版本。Extra Long 全長5370mm， 軸距3430mm， 而 Long 全長5140mm， 軸距3200mm， 分別相差230mm。Extra Long 版本不設天窗，並以8座位為主，而 Long 又屬於豪華版，設有天窗。中後排配咗2張大班椅，座椅可以旋轉，令到乘客可以對座交談，而按摩、冷暖同埋電動調校功能都齊全。香港主要流通嘅係屬於 Long 嘅版本。講到車身尺碼，亦都係 MPV 界別入邊之冠啊！長軸距可以提供到行車穩定性，小迴旋半徑亦都為呢部巨無霸注入咗一貫嘅平治血統，有如細車仔嘅靈活操控特性。呢一點亦都係 EQV 其中一個最大嘅優勢。今次我哋就主要集中介紹 EQV 嘅安全優勢。EQV 集中咗平治嘅 E-Class、S-Class 嘅最高安全設備同埋科技嘅指標。全車有7個安全氣袋、360鏡頭、主動巡航系統、自動剎車、盲點輔助、車道維持輔助、交叉路口警示、Hill Start， 可以講係有齊晒現今主導安全性嘅最強標準嘅 MPV 啊！中排嘅座椅咧不設有通過後排嘅通道嘅，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廠方考慮到將中排嘅座椅盡量安排設於車身中間嘅重心位置啊。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考慮到安全嘅問題啦，將車身側撞嘅影響減到最低嘅，同時咧亦都令到呢部大型嘅 MPV 咧都有比較好嘅操控表現嘅。中門門邊更加設有快速嘅開關門掣，中後排乘客可以隨時控制中門嘅半開或者全開嘅幅度，加強乘客上車嘅便利性，特別老人家上落就更加方便。座椅有別於一貫 MPV 鋪排嘅設計，每張座椅嘅凳腳都特別嵌入落車架底盤連成一體，所以如果要改動車廂座椅佈局嘅話，例如對座式嘅話，就要將整張座椅拆出嚟，相對上呢就比較繁複。但係呢個獨特嘅設計就提供到最高嘅安全性能啦。同時間232同埋223嘅座牌佈局都可以自己去設計，方便唔同場合嘅需求。呢一點都係 EQV 獨有嘅優勢。車廂嘅氛圍咧設有平治嘅典型氣氛燈同埋行車數碼系統，提供到 Apple CarPlay 同埋 Android Auto 嘅連接。原裝嘅導航咧係以好多人中意嘅高德地圖作藍本。前座位咧設有3級調節嘅電暖凳功能，當中 Long 版中央手枕位咧就設有小雪櫃同埋恆溫杯座，設備十分之齊全啦。大家可能見到嘅儀錶板咧，仲係保留緊傳統指針式嘅設計啊，因為因應翻呢 EQV 係以長途駕駛為主嘅，而傳統嘅指針式嘅設計咧，會相比起數碼式更加安全可靠咁樣提供行車嘅資訊啦，避免突然之間黑芒或者係重新開機呢個情況出現㗎。同時中控台都設有好多實體鍵，大部分嘅功能都可以直接控制得到，而2025年嘅最新版本就已經改翻做全數碼化錶板㗎啦。中間10寸嘅屏幕採用一貫嘅 MBUX 系統，可以用 Hey Mercedes 嚟啟動語音操作，例如輸入目的地、撥打電話、聽歌曲、聽訊息、
控制空氣調節、燈光系統等等。而電動車專屬嘅版面就有充電量、耗電量嘅圖像顯示，不過就唔可以用專屬嘅手機 Apps 去遙距控制啦。全車嘅真皮座椅喺乘坐感方面咧係有別於一眾流行嘅 MPV， 感覺佢承托力同埋皮革嘅厚實度比較高嘅。至於喜唔喜歡，就要靠大家親身試試感受一下啦。EQV 嘅車廂設備咧，其中一個賣點就係中排同埋最後尾排，每張座椅都屬 ISOFIX 嘅標準，可以獨立安裝 BB 椅，呢個優點都比較少有。不論揸車又好，住又好，大家都喜歡開揚嘅空間感。而 EQV 俾到大家最大嘅分別就係 C 柱幅超大型嘅玻璃啊，佢將車廂嘅空間開揚感好立體咁呈現到俾大家睇。EQV 咧，除咗可以坐滿7個人之外咧，都可以擺放好多行李㗎。呢個都係佢市場上獨有嘅優勢，連 Alpha 咧都做唔到㗎。如果你都需要經常使用到呢個功能嘅話咧，呢部車就一定啱晒你啦。嚟到尾箱嘅部分啦，重點係 EQV 嘅尾冚屬於全新嘅開發，配用特大嘅玻璃嘅設計，有別於 eVTOL， 尾門上下都可以作出獨立嘅開關，方便喺唔同情況底下提取行李物件啦。EQV 咧唔單止講載貨啊，佢嘅內籠亦都係好豪華咧，空間亦都靈活多變㗎。例如車尾箱呢個位置咧，可以加塊一塊層板，可以分開上下層，可以擺放單車啊、滑板啊，或者一啲野餐嘅餐台都完全唔係問題啊。一般狀況下，尾箱已經有1410升嘅容量，配合埋最尾排嘅座椅調動，可以提供到 MPV 界別入邊最巨無霸級別嘅5000升以上嘅容量，放幾多個大型行李都絕對冇問題啦。中同尾排可以改成為木地板，加小餐台，改變成為會議室都得，迎合到自己各種嘅需要。EQV 咧，除咗擁有龐大嘅車身之外咧，佢嘅車高咧係1.9米高啊，連埋頂架更加超過2米啊，所以好多車主咧都會選擇拆咗佢，降低嘅車高。駕駛 EQV 咧特別注意高度嘅限制，尤其是進出油博嘅停車場啊。EQV 搭載90 kWh 嘅容量電池，最大輸出204匹馬力，365 Nm 嘅扭力。EQV 嘅中速叉電有11個 kW， 而高速快充咧就係110 kW。只需要40分鐘就可以由10% 叉到80%，而廠方公布 WLTP 嘅標準續航係大約378公里左右，實際行程咧就可能要稍稍打少少折扣啦。特別係長旅程之前就要先規劃一下充電嘅安排。不過由香港自駕遊去大陸嘅清遠市啊，都只不過係240公里嘅距離，以 EQV 嘅續航應付都已經綽綽有餘㗎啦。每部二手車咧都係獨一無二嘅，見貨買貨，所以價錢咧都會存在有差異嘅。而 Benz 嘅 EQV 咧 option 就比較多可以加，例如有電子倒後鏡啦、全車前中排電動座椅，仲有冷暖調校功能等等嘅。而好似呢部咧就有3段暖座調校啊。如果你都有興趣嘅話，記得要了解多啲啦。喺二手車市場入邊咧 ，MPV 的確係有一定嘅需求嘅，但係喺純電車選擇方面咧，的確又唔係太多嘅，特別係着重豪華感同埋純上品牌效應方面，就比較少選擇。而 EQV 又會係你大家升級之選呢？唔知大家對純電嘅 MPV 有啲咩睇法呢？不妨留個言 comment、like、share 話俾你聽啦。下集見啦，拜拜。拜拜。